里約熱內盧著名嘅伊帕納馬海灘喺呢個星期初就擠滿咗遊客。丹麥皇室星期二為丹麥特色展館揭幕，奧運會紀念品收藏者喺奧林匹克公園外交換紀念徽章。徽章收藏者西德尼馬蘭茲，佢話佢去過16屆嘅奧運會，佢喺15個奧運會上交換過徽章。美國沙灘排球隊嘅隊員對將會喺科帕坎巴拉沙灘上比賽感到興奮。嚟自世界各地嘅參賽隊伍中有一支隊伍完全係由難民去組成。呢個係奧運會歷史上第一次，呢支隊伍嘅10名運動員嚟自南蘇丹、敘利亞、剛果同埋埃塞俄比亞等國家。但係就喺奧運會開幕3日前由國際特赦所牽頭嘅主要國際人權組織再次呼籲國際奧委會回應巴西警方暴力激增嘅問題。該組織巴西分部嘅雷納塔內德爾話，佢話喺過去嘅4月到6月嘅3個月裏邊里約熱內盧市死於警察嘅手中嘅人數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咗1倍。國際奧委會亦都再次為准許部分俄羅斯運動員參賽嘅決定辯護。有證據顯示喺索契冬奧會上，俄羅斯運動員普遍喺政府支持下使用違禁藥物，未有使用興奮劑嘅運動員仍然被允許代表俄羅斯參加。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話，佢話你唔能夠因為政府嘅錯誤而懲罰一個未有牽涉其中嘅人。但係提供咗相關證據嘅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前主席話，本來可以用另外嘅方式。迪克彭德話，從個人角度嚟講，佢覺得我哋亦都要保護個人權利，亦就係話，如果你係清白嘅，歡迎你參加奧運會，企喺奧林匹克嘅旗幟之下，但唔係企喺俄羅斯國旗下服用興奮劑，係你嘅政府組織㗎。里約熱內盧夏季奧運會喺星期5開幕，8月21號閉幕，將會有嚟自206個國家同埋地區嘅超過15000名運動員參賽。